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所转播的棒球比赛。看棒球学台语，听台语捌棒球。我是国洲，非常欢喜，搁伫礼拜下晡，甲大家同齐来欣赏咱台湾的国球。咱会用咱的母语专程来转播。咱这礼拜要继续来转播这个2023第5届三好南华杯。这个高中社团棒球邀请赛，咱这礼拜同款邀请到咱戴汉椒戴教练来到咱现场，甲咱共同来欣赏这场难得的这个高中社团联队的比赛。今仔比赛是由着台北市 A 队对着台中市，咱即马先请咱这个戴教练，甲咱介绍这两支球队，甲着这场比赛。戴教练。各位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其实这两队其实就是高中上好的球队来组成的啦，就是社团上好的球队嘛。所以讲对因来讲，嘛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有法度甲全国各队的县市的高中来比赛。所以讲，这个比赛嘛特别有意义啦，我感觉是特别有意义啦。对高中生来讲，伊利用暑假的期间来拍这个杯仔赛吼，相信对伊读册嘛好啦吼，对讲球也好，拢有真大的帮助。咱这个戴教练吼，等下也看到这个名单吼，这台北市 A 队的名单，拢有一家阮真熟悉的球员啦吼，因为我甲戴教练这10年来吼。阮拢有去重视这个基层的棒球，特别这社区也是社团，这学生因为真喜意拍棒球，但是家长佫无希望因放弃学业，所以因来参加这个社团，是社区的。咱就知影讲，这囡仔吼实在是真有心啦吼，别人暑假咧佚佗，因利用这个暑假的期间。练球，甚至于来参加各种的联赛，是邀请赛。咱实在是感觉讲非常的难得啦。而且囡仔拢是来自各校的社团的精英啦，所以保证精彩。咱即马比赛马上就要进行啊！咱要到这个嘉义南华大学的棒球场，大家稍等者，咱马上倒来。欢迎来到南华大学第1棒球场，欣赏这场第5届三好南华杯高中棒球社团邀请赛。今仔日的比赛是由着台北市 A 队对着台中市，这是今仔日是预赛的部分啦吼。我是吴国洲，今仔日同款非常欢喜邀请到这个戴汉椒戴教练来到咱现场，甲咱。共同欣赏这场比赛，伊会甲咱做真专业的讲评，希望透过伊丰富的经验不管是球员是带队替咱观众解说，互咱我都增加较侪棒球的相关的知识。咱即马看到这个两位裁判主审是姜雅富，雷审是林孝伟。咱看到无是 UBL，UBL 这就是台专棒球联盟，因为这伫南华杯南华大学来比啦所以邀请到这个大学棒球联盟的裁判。咱看到这个攻守名单台北市 A，马达顺序是1番陈文忠，2番陈彦华，3番廖尚君，4番张先庭，5番苏凯瑞，6番陈立敏，7番张先奇，8番郭仲温，9番杨祖谦。看到台中市的守备，投手张志阳，保手黄祖岩，1垒林俊佑，2垒林俊哲，3垒徐延温，游击吴义俊。哇，这第1球就攻出去，攻去2垒传1垒，哇，这。台北市 A 第1番这我手臂的阵容也未念完，伊一球就攻出去啊这一般来讲就是讲第1粒球尔，是不是要加看几粒？加看几粒嘛这个陈文忠啦，攻击2垒的黄姑，是。这个先头投手张志阳，咱头拄这台中市3个外野手名也未念着，咱来补充一下。台中市倒外野是廖怡婷，中外野
是赖川翔，这应该是一个日本选手，哈。咱来看，哇，这我讲起一粒一垒边啊盖外的弗莱堡，一垒手接杀，我3个外野手也未练完，已经能出局了。是啊，正外野是单游员，啊，咱底教练三粒球，就解决两个人啊，哈，这张志勇，可见那种投手的控制力真准吼。真准。对。即马轮到台北市 A 队廖尚君第3发。咱顶礼拜看一场吼，啊，到即礼拜看一场吼，会晓看出投手的差别啦。差别啦吼。啊，尤其这投手的速度算真好，啊，个伊的控球拢伫水准之上啦吼。廖尚君吼，这是高一的学生，来自木沙高工。哇！这台湾人袂保证，当咧讲你控球好呢啊，而且伊这两粒好球要投一变化球啦吼。对。结果去争到打者的头壳，哦，这好到这有滴这个安全无？安全的头盔啦哈。虽然是轻变化球，但是特别嘛是头壳讲讲啦。蛮讲伊吼。是啊。哦。啊，这个。好上哦，刷来轮到第4番张先庭。张先庭这个是和平高中哈，和平高中高3的学生。啊，咱拢知这和平高中哈，伊是一个完全中学，是由和平高中的国中部啊，伊这个。伊这一个系统吼，佮拢有球队啦、棒球队啦，各中部、高中部拢有球队。吼，啊，伊这足侪学生是各中的这学生足侪是为这个建咱国小来。是啊。因为咱过去我甲戴教练吼，戴教练伊是带台北市的光复国小，吼，啊，我本身个人捌带过光复国小。一球讲出去。咱头当有听到有裁判有发声哦。啊，我咧看吼，伊若发不酷吼，应该是投手伊的动作吼伤紧啦。哦，无理想有人伊无停止的动作，好，咱无讲迄个适度，有一个爱真明显的停止的动作，这叫做突袭投球啦，华语叫做突袭投球啦吼。所以讲头个裁判不酷的话，所以等到这个打手无算吼。无算嘿。一垒的再去进去。啊个伊不酷嘛吼，就垒上的走者依照规则的进一垒。啊，过来讲头拄拍去迄粒球无算好球。就无算啦，迄粒球就无算啊啦吼。摆球嘛无算啦吼。好，这粒吧，好，即嘛系啊。摆球咧。共阮无算啊。共阮嘛无算啦吼。咱即马球速，这球讲起，哇，这个先打掌握到啊，接杀3出局。但是两粒球敢拢共阮所在。是啊。台北市无得到分数，咱小休一下，马上回来。一局下半，轮到台中市的进攻。咱就看到这个台北市 A 吼，第一局的进攻，因为一个 hit by pitch 吼，一个死球上到一垒，佮因为投手犯规打到这个得分位置，但是4番的张先庭第2局的机会嘛是同款，叫中华野接杀。咱来看到台中市伊的捌打顺势，1番吴义俊。2番陈佑元，3番张志勇，4番赖传祥，5番黄祖安，6番林俊哲，7番廖怡婷，8番林俊佑，9番徐英允。啊，咱看到台北市 A 哦，伊的这个守备阵容，先头投手肖尚远，保手陈彦华，1垒张先奇，2垒杨祖谦，3垒廖尚君
又急但稳中。三个外手是过重稳但入敏，甲到右外野的这个苏凯瑞，在中区第一番5-2准。小上弯。啊，拄仔看起来两边的投手其实速度拢袂歹，拢袂歹吼。即摆是讲看双方咱的控球较好。是5-2准。5-2准，咱来甲看吼，伊是明道中学，哇，这个咱来看到这个台中市的组合吼，有威格高中、武丰、龙岗、新民高中、明道中学，哦，较着台中一中，啊嘛洪门高中，球好球吼，有台中高工，哦，这算讲。真侪间好好来组成的啦吼。啊，其实台北咱看吼，台北伊即个台北市 A 吼，嘛有上山高龙、永春高中，啊，在宝山吼。台北市嘛有即个成功高中、木沙高中、景门高中、南港高工、和平高中，哦，这好啦真侪，佫有私立大同，咱这。台北市 A 队的这个守备阵容，咱头大已经有先甲大家介绍过啊，吼。咱咧讲个讲吼，伊即个会组成哦，真侪较早，不管伫咧校帮也好啦，青校帮也好，拢较早拢有底起来。拢有底起来啦，吼，拢有一定的基础啦，吼。所以我就咧讲因即个比赛吼，会精彩程度会比乌巴旗较好看。因为乌巴旗有当一寡是来这斗老来这球慢度点了无成改好，哇！这投手选择团二队封杀，哇！这算讲一个失败啦吼，失败的慢度。对，但是为镜头看起来种哦，点了无好，但投手嘛牵了无准，牵了无准，但是手臂的哈，手臂哈，有甲你补起来，速度吼，有甲你补起来，甲补起来。点了讲袂用点伤正中啦吼，袂用啥伤正中，啊嘛袂用点了伤紧啦吼。那一般来讲点球的感觉毋是杀出去，有真正拿咧接球啦。是啊是啊。所以咱咧训练咱过去咱训练这囡仔有当直接把搭顶头放一个手套，互因感觉是神球的感觉，神一个吼。尤其咱若一寡讲你啊，迄。较后跳的话吼，你也小可放的，你还有那球跳了伤紧。因为因这有当时投手吼，不比讲加州的选手吼，拢逐工有咧练啦。是。所以阮头拄迄个不酷吼，就是真明显的，讲伊赶紧要牵，赶紧要牵出去。难免啦吼，这难免啦。哇，这个飞棒落空吼。第三番张志勇去哦，投手肖尚远三振，这会使讲是投手三振投手啦。出球，即摆看吼，好多若无迄支枪若无害吼，速度来到139呢。139，这咱会怀疑咱的目睭啦吼，还是讲怀疑迄个枪啊？是啊。啊，有咱讲这个快乐枪啊吼，一个。罗川祥哦，这罗川祥这看伊的戏，咱就知影讲这是一个日本籍啦吼，这毋知是咪妈妈有可能是台湾人吼，爸爸是日本人，对嘿，伊是来自新民哦，新民高中高三学生，哇，煞去老去吼，这算一届成功的头蕊。哦，这个罗川祥吼，伊这个西高瓦小吼，还是小西高瓦，这罗川叫做西高瓦，来这球攻出去，安打哦，安打哦，机会得分哦，咱来看卖咧，啊，得到分数，台中市
靠着罗川雄，这个哦，这叫阿雄的吼，拢唔是恁两个，吼啊，戴教练你甲咱解释一下，啥来这个罗川雄讲出这支安打伊人，吼，伊人尾啊，伊这球吼，除了第7分了，可能这个回头的球吼，可能喷你边仔去，所以讲喷你迄个死球区去啊，吼，比如讲有可能休息区还是讲线外啦，啊，依照规则就进一块垒包啦。所以讲本来是二垒安打，嘿，所以讲变成人即摆是徛咧三垒。伊这球一般来讲，你嘛会使判一垒安打的，因为照理讲是。照理讲，一进到二垒是探团，对啊，探团，吼，是这个外野传倒来嘛，吼，做外野手球传等，传倒啊，对，嘿，所以应该讲是一个探团啦，吼，但是1分打点绝对无问题啦。对。比如讲探团，啊，伊走到二垒，啊，结果个传去死球区，伊个进，伊个去进一垒去啦，哈。第5分黄主元，哇，这球叫好着4团3出局，结束就是半局。但是台中市先摕到这场比赛第1分。2局上半，轮到台北市 A 的进攻。各位观众，你即摆欣赏的是2023第5届3好南华杯高中棒球邀请赛，这是社团组用关市来组成的这个连队啦，哈，就是讲明星连队社团的明星球员，哦，咱组连队。这个先发投手张志勇，台中市，哇，伊这个投球看起来真有威力哦，哦。苏凯瑞，讲真无简单，是讲吼，安尼读册囡仔，安尼牵球、咧控球，搁只好啲。是啊，哦，这个苏凯瑞是这个永春高中，哦。来，苏凯瑞来，咱看卖咧，哇！盖过。这个苏凯瑞吼，虽然是永春高中，但是有走来阮内山高中的球啦。是我哋嘅学生啦，吼。但有啊，像哦，这接球无成的吼，但是。迄斗志算真好吼。是啦哈，这个咱讲快斗啦哈，咱讲这个斗志啦哈，这个 fight 啊，斗志。嘛，一个歹球，一个好球。伊这个苏凯瑞吼，伊这就是。国小拍中安国小的，哦是哦，会拍个中安国小的啦，速度真好，来看卖咧，拍去沙岛团一出局，咱看这个一寡攻守，哇，这个你看这苏凯瑞这体格真好啦，真认真的一个选手啦，你看有那虽然是永春的吼，但是永春一站无够咧，伊拢会透过关的主希望嘿。13號第6分，但入密。
这有当做囡仔吼，安尼真好变教人，迄我看即个台湾棒球危机馆吼，即个苏凯瑞伊的这 career 的经历吼，家己安尼黑人写讲2023月7日正式加盟 MLB Yankees。真够变教人变教人啦，来，拍去正歪啊，接杀，但是这有可能嘛是同学吼，毋是伊家己啦，佮同学甲创治的啦，互伊这我那多功能的工具人啊，会使投，会使补，会使来啊，会使外啊，高的位置拢有在了，对啊。17号张生基。台中这些投手吼，你讲一般社团来讲吼，伊的控球各面算真好。哇，这球只少2地啊！对。哦，真水的一支安打，讲出安打，二队安打是第7番张生基。这球哈，真水哦，真了真水哦，真白嘿。这等于讲是这个杀道哈，杀道这边啊真强哦，真白。咱日本讲球手哈。7-5对调。青5对调，青5对调就是这个 left 道加杀道。对调。好对调，这什么道理？迄只球，教练搞不好认为迄只球应该扑的对。啊，无伊有真认真咧试啊，对。是啊，这种调度较少看的吼，咱看到讲这种吼，咱一般是讲内野对调，还是讲外野互相对调吼？对。这种看的。来，即马巴达轮到第8番吼，郭仲温。郭仲温是成功高中。其实我认为因也无，要安怎讲？伊这台北市有 A 有 B 啦。啊，其实我有看，因为台北市咱较省吼，有一寡咱过去教过的学生，哇，结果一球飞棒落空。咱看到有一寡过去一寡袂歹学生嘛，无参加这件的比赛。对。哈，有一寡咱捌错过。咱讲的讲，但是啊。所教为家长安排啦，吼，是啊，有诶要出国啦，旅游啦，啊，为可能补习班补习嘛，无得缺啦。来，这球讲出去，这个调度有效呢，随接山呢，3出局，台北市 A 无摕到分数。2局下半，轮到台中市的进攻。台中市打击的是第6番林俊哲。林俊哲是今仔日的先发2垒手。咱拄啊有甲这戴汉椒戴教练咧讲吼，讲有当这个做这个明星连队啦。有当这囡仔伊也无判吼，有当伊较无爱高照插人群啦，伊敢较无趣味，尤其因种个社团的吼，伊讲拍球吼，趣味真重要啦。啊，个判嘛真重要。是，咱看到这个林俊哲吼，应该加这个林俊优两个应该是兄弟啊，但是两个读无共款的高中哦。这个林俊哲是威格高中啦吼，因这个林俊优应该是兄弟读
洪文高中。即摆的学校虽然吼囡仔愈生愈少，但是学校是加咱迄阵加足多的。对。咱即球拍去倒外啊，接杀一出局。哦，所以咱也看到介绍一寡这学校，尤其你啊，逐档的乌百旗你也看，吼啊，一年用咩200支高中职报名参加有足侪校，咱较早拢捌听过。对了。但这是好现象啦，吼，因为学校愈多吼，即个虽然囡仔愈少，啊，每一个师生比会比咱较早较好啦。对。咱较早咱迄个年代，有当做老师嘛真可怜的。是啊是啊。你面对50-60个学生。有当一档上完，迄囡仔的名念袂出来。人数太济啊！人数太济咧。啊，即马因为这个人较少啊，吼，变成小班制。啊，无啦，咱教资源嘛较济啊啦，吼，资源有较丰富啊啦，有钱，吼，预算有较济啦，咱有法度投入去啦。是啊。所以师生比吼，比例比较早较好。较好。啊，我头仔讲迄个叫袂出来，当然是讲科班的老师啦。对了。啊，你比如讲，你也吉林的，你也讲带班的导师，逐工纪念，迄是较无可能啦。啊，你话吉林来讲，我一礼拜一节课、2节课，有当我真个嘛念袂出来。对了，除非较特殊的囡仔，较热的啦，较搞怪啦，啊，无就较优秀的啦。是啊。啊，廖怡婷，这球讲出去，哎，李立秋接到无问题，2出局。哇！这个咱就看到这个球衫后边吼，拢各有因的名吼，大名。这个杨祖谦来甲接杀，这其实嘛袂歹呢。这束衫用做一世人的纪念嘛。对，这穿了以后，甲恁囝讲，恁爸想当初，恁爸嘛入选这个台北市的明星队、明星队，变成迄个团结之宝吼。是啊，啊，变团结之宝是讲以后变一个名人。对了。啊，比如讲伊摕到诺贝尔奖，啊，对。这条衫啦，摕出来爱心拍卖吼，还佫真值钱。是，啊，是讲伊有伫各行各业有真杰出的表现。啊，这种是真好的一个纪念啦。纪念对啊，也是讲做一个真有名的歌手，也是演员，提出来讲。哦，我毋是咧操蛋啊！较早我拍过棒球吼。是，啊，尤其即个影像的年代、数位化的年代吼，在记录拢会保存伫。是啊。哦。所以日本来讲吼，拍球的人会比咱较济啦。是，对，因参与的较济啦。因较早考试院吼，迄阵高中同侪人要听个超过5000呢。来，团。1队无问题，3出局结束就一个8局，比数共款是1-0。3局上半，轮到台北市的进攻。台北市因为参加的人数较多，所以分做 A、B 2队。啊，今仔日比赛是 A 队，A 队的组成吼，有即个真侪学校，头拄嘛有甲大家介绍过啊吼。有即个成功高中、永春高中、上山公龙、小刀接到小刀脱1队。一出局，出局的是第9分杨祖谦，刷来轮到第1分陈文忠。第9年你看这个动作吼，拢有一定的水准啦吼。就是讲头拄啊，像安尼已经拍到第3局来啊，双方的投手其实慢慢拢稳定落来。是。啊，两边的投手吼，其实伫咧。直球也好啦，吼，变化球也好，嘛拢投了拢有水准，拢有一定的水准，啊，手臂嘛是吼，拢袂歹，对啊，啊，种这嘛是一个真好的现象啦，对，拢无迄种真离谱的情况发生，对啊，
啊，有当失误难免啦吼。对你嫌扑落都会失误啊。是啊，啊，咱头啊顶半局有咧讲吼，讲即个日本的球队吼，虽然是因的即个囡仔生了少的状况是比台湾更较早、更较紧，吼，因为发展比咱较早嘛，对，吼，但是你甲看因的高中的球队吼，嘛是啊真侪啦，这是风气啦吼。啊，上主要吼，我感觉上主要是讲因即个教育较正常啦。对，吼，伊比如讲啊，一般你也到高中3点以后就是社团活动啊。哦，所以咱台湾在一寡高中生吼，对棒球较有兴趣的囡仔会较辛苦。对，因无法度，因拢干那法度利用家己迄个有升学的压力嘛，是是，嘿。啊，讲到那时日本吼，莫讲即马一寡企业也好啦吼，伊拢认为吼，你学生时代也好吼，有加入有参加这个团体这种人我较用嘿。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就以后你公司就是一个团体嘛。对，我希望讲你来这毋是高教一个啦，你是较早有感觉去球队对，那强调这个 teamwork。对啊，啊，这对公司来讲是真好的现象。现象啊，另外就是讲吼，这个抗压性啊，咱抗压性较好啦吼。哦，啊，甚至于讲你也讲有个球员，咱看这个态度好，伊拍球态度好，伊有当咧拼事业，伊的态度嘛共款的好啦。是啊是啊是啊。对，啊，佮讲这个情绪的控制管理，会比毋捌拍过球的人较稳定啦，较稳定。啊，伊早早就捌体会到这个人生的过程。菩提哇，这球讲起。投手一撑，现甲砸落来，接杀2出局。讲了真水，讲了真水，神了搁较水。哇，你看，这球伊也无砸得应该是安打哈，会转过哈。对，伊都咧拍去中线嘛。是。这个。啊，话个讲倒来是讲，咱别拢教囡仔吼，咧拍尽量向中线咧拍。对。因为形成安打的几率较大，较悬。对。10号离反陈彦华，陈彦华第一件起来就是迄粒一垒线边的这个 fly ball。陈彦华来自上山公龙，哦，这个上山是台北上山，不是日本上山哦。哦，日本的四国嘛有上山。哇！这球3失3出局，台北市 A 再度挂零，目前也是输予台中市7分。3局下半，轮到台中市的进攻。台中市嘛是同款，第9番市英稳的打击，面对投手肖尚岳。这个肖尚岳，我这手头记到785公分啊。哦，真悬哈。较瘦的啊。咱另外这个台北市 A 吼，因的这个名单内面我有看到另外一个嘛785，姓沙祖宪，这个嘛曾经捌互咱这个地教练指导过。来，讲起这个郑华亚，讲出安打是市英稳。咱看到这个头到这个正话手吼，这个真趣味啊！你看下，伊倒手的，伊倒投，
正拍。这嘛是，对，倒倒正拍啦。我嘛捌甲问过啦，我讲啊奇怪咧，啊你倒手的，照你讲爱倒拍，你是安变正拍？吼啊，尤其伊佫有当会单人投手，我讲你正拍，你等于是甲你投球迄支手伫面对方的投手呢，来去得到，也去接到呢。对啊，这真趣味啊！啊，这嘛是讲咱等于讲倒拍，伊是毋是垒包至少进两三步啊，而且毋拿两三步是顺势，因为咱正拍吼，咱腿啊害出去吼，会细心嘛，细心你爱个转过来，较有法度起跑嘛，吼啊你倒拍是。你无看有诶一寡倒拍是拿慢度，伊是拿拍拿走，拿拍拿走，好拿拍拿走，迄个方向，迄个顺势，拢比较有利啦。啊，但是并毋是讲无即个吼即个倒投正拍，我会记上咧，即美国大联盟一个名运动的投手 Randy Johnson， 吼，伊就是倒拍，伊就是倒投正拍，伊是真有名的即个倒投嘛。我冇看过来是安尼啦。一般看是讲正投倒拍较侪啦，吼。是啊，啊，这嘛可能有伊个人的迄个习惯问题啦，吼。是，这是较特别的啦，吼。对。那我那些可无通倒拍，对。是啊，是啊。所来轮到第二分，但游玩。对，有可能会点哦。因为即马无出局嘛，吼。对。一个嘛袂歹啦，吼。先来一个牵制吼。对。我莫互你走伤远去。正确啦。肖尚远，南港高工，而且南港高工吼，南港高工嘛有即个科班的台北市吼，伊这较特別啦，就是講一般有的學校伊也有科班球隊，伊就較無社團組的啊啦，啊，但係即馬有看到，比如講我會記你即個代理嘛，哪曾有呢？代理伊嘛哪曾有社團組的哦，但有阮，一般来教说应该拢离咧体育班较是，伊这比赛照你讲，袂使去科班呢？袂使啦，嘿，袂使去科班呢。我有一个过去学生吼，伊就是南港高工的教组的吼，伊就科班的，啊到尾也无行这条路，伊去读淡江大学，去读淡江大学，竟然有足侪比赛完全拢无法度参加啊！因为你把限制去啊，是，诶。啊，佫有一个今年考调即个职业学弟啊啦，辅仁大学，吼，啊，伊是中艺高中吼科班的，但是伊考入去即个辅仁大学体育系，伊毋是用，伊是用一般性来考，嘿，伊毋是考的，毋是考即个嘿，结果哇，你咪碰到一个问题啊，足侪比赛袂用拍，伊拍。吼，无法度拍科班的，啊嘛无法度拍大学迄种社团的，一组嘛无法度拍。啊，我是甲鼓励啦，因为你甲讲这问题，我鼓励讲不要紧啊，无你就先去加即个校队吼，做伙练习啦吼，做伙练习，来，讲卖咧。我讲啊，无定让即个总教练吼，啊看到你认真的程度，吼，啊，搁你技术有够遐。伊无定嘛，感觉无法甲你扣落来，吼，啊，你就法度去拍一个甲组的比赛啊，但游玩继续打击，伊伫你有走只，伊即个比咧甲撩乱吼，甲干扰着吼。啊，有当时啊吼，我投手安尼大力落来，所以咱伊控球拢无好去。哇，这南港高工的后这两期
这两枪，咱讲双塔吼嘿，两个185个吼，哎，点落袂歹哦，真水，点了真水，哇，哇，个传一个爆传吼，哇啊，这个结果，哇，这个爆传，这个爆传了2分了。是啊，哇，你也看这同惊的就是安尼啦，你都明明。这个爆团应该会记伫这个传球的这个，三垒手，嘿，咱看卖了，倒手呢，倒手看，倒手传的啦吼，记伫倒手的头壳顶哈，哇，哇，这个苏先生，你安尼害你台北市加了1分啊，苏先生，你这粒球无第一个时间扣着吼，可信算了无好啦吼，诶。重心伤悬，对啦。诶，我甲讲，那么可能就是讲吼，也要新球，也要看走势。是啦，诶，有当囡仔发生事故，往往拢是安尼啦。第一步还未做，想要做第二步。这结果吼个走到三里。这但是啊吼，趁你即马等咧乱呐，对啦。哦，是嘛？佮来到得分的大门口啊，诶，目前也无人出局的，所以真有可能台中市这局会搁摕到分数。正常啦吼，正常咱若咧带这种社团吼、社区的球队啦，这种状况啊。无出局三垒有人哦，1分你也无摕到，拢爱检讨啊。对。诶，迄有足多摕分数的方式啊，无一定爱安打。对啊，只要你丢球都有机会。是。哦，丢球都有机会，甚至于有当对方买木头啊，买木库啊，哦。看卖咧，2个就卖。三振出局134，第3分，啊，这个投手对投手，哇，今仔这个2K 咯，2K 咯呢，家己嘛煞苦笑啦，这2支，咱若看到，我讲这南港、高港啊，这2支也练了好。这社团那边啊，台北市其他在高中的社团是要哪甲因扯拼嘞？哦。或者台北市 A 啦吼，这个肖雄万。这个沙祖宪吼，有一兄叫做沙祖信呐吼，沙祖信目前已经去美国吼，美国这个职业棒球发展，去个运动家，来一球攻出去吼，无问题，安打。哇，这个苏先生你接球啊，你人工会搁去用教练操吼。这球。讲出安打，哇！一个西高啊，确实无简单呐。2件期待，2支安打，而且拢有打点。是啊。这种的教练团啊，这种选手哈，真稳。关键时阵需要伊拍，伊就拍会出来。是。这个戴教练，我头仔先啊对这个咱这个正外啊唱的这个苏先生有意见，你甲观众解释这个。应该吼，这嘛是迄个高中遐的学生啦，所以对伊的要求特别较悬。啊，这个红山哦，双杀到有造成，哦，无造成啦，所以莫怪这个台北市这个讲伊要看电视，哦，要辅助判决，哦，正经辅助判决的哈。辅助判决，咱来看卖这台北市 A 这个一垒手哈，这个张生基
这有当囡仔在学兰花的，我感觉。敢有影？这真珍贵呢！你唔通学兰用有诶，规则是讲你挑战也无成功，你就无伊安尼。所以应该用伫关键的时阵啦。是，咱看歪咧，但是即摆有当时国中生吼，拢家己拢有较自我迄个看法吼。咱谈这个辅助，我甲大家解说一下，讲头拄迄个首先是迄个手臂我啥无满意，因为迄个是一个挡球外啊挡球的动作，吼，你免搁传球啊啦，其实你免搁传球啊啦，你确实甲动落就好啊啦，系啦，把不去个搁留意咧，你就甲动啊好就好啊，你迄手头摕这个方向就唔对啊啦，吼，你甲动啊好啊。因为头头是3垒有人嘛，对，吼，师傅你啊看，我讲这有当吼，这无心无彩啊，你一届你就甲开去，系啊，这有当囡仔就爱计较啦，我看来，这个台北市中山区啦吼，咱头头讲过啊啦。所以因像日本也好吼，因本身球队也先看过了，是啊，再提出辅助判决，辅助判决，对，球攻出去，咱看卖咧，哇，这要注意安全哦，这要注意安全哦，这要注意安全哦，啊，这应该是好了不？但是这个道具真无简单啦，是啊，你拼个。啊，即马林俊铁第6分2出局，一队有这个黄主干。哦，其实这个肖雄万的球比这个张志勇更较紧嘞，吼。可能是讲吼，台中的市的腿也较好吼。是。主要丢球哦，你看拢会丢球，哦，个整出去这个5.5号的空。伊只变化球算投了真好。是啊，但是伊嘛是甲忘掉。人嘛无失投。你看，然后为这个真有技巧的拍法那个。3垒个右击下中甲转过，哦，这个1-2有走者，第7分廖依婷打击，真积极吼！我讲因也好球吼，出题啊，对，真积极，真干脆的拍，是。廖依婷。小熊湾的投球，各位观众，你啊，即马较拍开电视，你所欣赏的是2023第5届3号南华杯高中棒球邀请赛。我是郭洲，今仔日同款邀请到咱戴汉哲戴教练，甲咱讲评这场球赛。目前比赛进行到3局下半，台中市已经摕到4分啊。回放6局3失3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那么比赛进行到4局上半哈，轮到这个台北市 A 的进攻。在台中市先发投手，同款是张志勇，同款是先发
张志勇，你看下即摆来，伊第一粒好球的，迄个好球数，迄个好球都足悬的，对。打击的台北市 A 打击的是第三番廖湘军。哦，伊个一进一慢吼。是。哦，伊这一进一慢已经差到30公里。对啊。迄嘛真有效果吼。对啊。最主要是讲吼，伊控球好，袂讲一粒当一粒塞吼，迄个差真济啊。是。目沙高工1年学生。古早即个高中社团吼，是，即目沙高工我那算讲非常算讲实力较好的球队啦。因为这一寡高工的吼，高工的球队有足侪讲学生多，啊查甫也多，对，啊即种有那实力会较好。哦，你有一寡学校查某就占一半。要扣就较无好扣啦。对。啊，最主要风气啦吼，一学校的风气啊，为个囡仔对拍棒球较有兴趣的。哇，即马一个再度表演这个三振吼，伊的功力啦，这个张志勇。第四番张先庭会打击，我看即马其实台北市 A 吼，唔通伤赶紧啦。对。吼，其实咱一开始比赛起来，我就感觉台北市 A 较赶紧。对啦，你拍较无咧思考吼，啊，啥个就拍，啥个就拍。哦，咱从即摆看到2粒排球啦，好，有当即种状况，我会叫囡仔等一下，哦，啊，这3粒排球免讲，我讲即球绝对等，安那因遐讲，就算好球啦，你拍无一定是安打，对啦，等看卖咧，吼。有一个状况下啦，是讲分数扣开啊，啊，我就选手讲，我就不扣开啊，是，3粒排球，你照拍，对啊。无共款的测量啦，吼，无共款的分数，对，无共款的状况，120角。伊南华这个球场吼，就讲开始组球队了，才起来。对。进前无啦，吼。进前无。啊，但是嘛是讲伫即个下港吼，较有所在啦。对。一球攻了，即摆悬咯，咱看卖咧。来小刀推。哦，哇，这球应该是喺 left 度来接吧，吼。来会负的范围内啦，吼。是嘿。但是我看这个球已经小到先发声。先发声咯，系啊。哦。开始小到发声。是。啊，你啊，其实这了有即摆险啦。对啦，因为外野来神，伊是头前来神较好神。啊，从即个咱，譬如讲吼，咱。地教练较早是正外啊，比如讲啊，膝盖度已经先画，但是画完，你看伊的动作个小可蹲地无真巴，你会保画袂？但是有阵时啊吼，往往就是讲吼，你爱有把人画，但是两个你前个中间拢足惊去弄掉。足惊弄掉。啊，有时间弄掉的时阵吼，有当时啊一方面吼。你就是爱画，互你。啊，画你。对啊，你就是爱分析讲我互你。嘿啦，啊，但是你嘛是去伫边啊啦，吼，你嘛去伫边啊保护啦，吼，是。无因为咱嘛看真济，就是讲无发声还是安那吼。啊，有当时你若讲这帮有当时啊吼，观众人济的时阵，其实你是无听。无听啦，吼。对啊。来，咱即摆来看到第5番苏凯瑞，吼。苏凯瑞诶打击，这个苏先生吼，今仔日顶一轮拍去杀到啊手臂吼，手臂阁有这隐形的失误啦吼，这隐形的失误。这种的啊，条件真好啦吼！较早我拍过这个中安国小，哦，但是
本身吼对棒球是有真大的这个热情啦。哦，所以毋知特别透过讲吼，透过伊这个永春高中同学吼，一个说红哦，红玉提，伊较早是我捌伫国小，伫这个健康国小介绍国中捌读过，啊，伊读永春的吼，啊，伊带伊来找我来，教阮来甲要练啦。阮较早伫这个梨山高中吼，咧练球，因就会来插花啊，会甲要练。两出局。球速已满，我一球，我若讲了有较悬的，咱来看这位啊，接受3出局，台北市 A 也是同款无摕到分数。4局下半，轮到台中市的进攻。台中市目前打击的是第8番林俊优。133，哇！这个投手，我唔知讲因这个南港高工即马伊这个社团组是上咧带吼。其实有当迎请这个教这个科班的吼，应当来支援咱指导一下啦吼。林俊佑的打击，第一次的打击是三振。肖上弯，185，有较散啦哈。对，身形较单薄哈。你看起来我拿德哥啊。哦，这讲出去中线安打，哇！这个好甲再动伫头前啦吼。肖上弯哦，185公分，70公斤。啊，这个沙祖hen吼，更较瘦，甲68公斤尔。对。这2支德哥啦。哦，至少这个胜达吼，有甲球挡伫身躯的头前啦。伊挡伫头前，伊就走起来，伊就唔敢搁进前啊。对。第9番，徐英文的打击。可能换头手啊，咱看这个新北市教练出来。你检查。你检查捌答，来，这，伊这戴教练甲观众朋友解说一下，讲这个。你即摆讲咧推啊吼，一般是讲你爱哦，比如讲你来大专联盟，还是讲棒球协会有认可的球棍啊，你才当输赢啊。啊，你若赢迄个不受认可的球棒的话，这有可能会没收了。伊也检查过啦，吼，伊讲哦，这个长度吼，袂使超过34寸啦，34英尺啦，这是英籍印记啦。对。吼，爱这个直径啦，吼，袂使超过吼里有5/8英尺啦。对。啊，重量吼，伊迄个长度袂使加这个负值啦，袂使负值盎司啦。哦，意思就是讲袂使互你伤轻啦，伤轻吼。对。你着会较迄落啦。基本上这一棍那是到底有得输赢，无能输赢。对啦。啊，正经无得输赢，这个安打变到个无算。是。对啊。啊，其实这真重要吼，因为咱就知影今年吼，咱的这个 IVA， 咱这个普林，咱去对，这个青小帮吼，这个青小帮，安尼出局啊哈，对啊，摕这个无下规格吼，
咱普年迄就是叫日本剑记啦。是啊，冠军才开始出现。是哇，这就是哦，这种特殊的记录哈，这个安打毋那无算哈，佮算出局嘿。第9番市英文，哦，这算袂歹哦，拢有注意到对方也啥物棍啊棍啊腿啊，无啦，因这有可能是安怎咧？台北市 A 伊这边嘛有共款的腿啊检查无过，伊讲阮检查无过啊，阮就毋敢用啥对手敢用，哦，哎，啊这球车吼，这捌大的问题，咱搁讲一下哦。即我是感觉这是真歹啦，因为咱今年即个国家代表队吼，咱摕12支出去啦，啊检查其实是敢若4支过啦。戴教练，我问你，吼，你也4支过，啊你其他8支你安怎处理？收起来就好。绝对要收起来嘛。你来个，你来使个给他提用。对啊，因咱即个抗议是讲，无啦，毋是咱共偷用，是迄个捌打有必顺，所以声音也无共。咱咧共抗议啦，无包括讲，咱台湾的一寡人，佮大家讲，啊，你来咱一球三振吼，咧讲日本输袂起，结果人摕调龙眼大出来看，讲你4支合格点，我看到恁总共用6支，就证明一切啊。对啦，你就是有迄个侥幸的心态。是啦，嘿啦。我讲的是讲吼，那些咱这是对囡仔较下头种吼。好无简单吼，啊，摕到代表权对，甚至有机会去美国比赛啊。这我讲这后勤嘛问题，咱老实讲啦，你12支去，咱会使讲，互你2支袂过啦。哪有迄个12支过，敢若过4支尔？对啊。对，你若讲2支袂过，啊，佫有10支通用，迄无话讲啊。其实吼，你去到遐，你除了去爬去收起来。无你通去买嘛？对啊，搁去买啊，你去买就好啊嘛，对无？对啊，因为这对一个球队来讲是真大的真重要啊，是吼。无必要安尼吼。来投手接到，轻轻松松，传到你3出局，结束就这报局。台中市共款是4-0。4局结束，在台中市多好，领先4分，领先到这个台北市 A 队。结果今仔其实按来看吼，确实真精彩啦。咱即马中场邀请到咱戴教练来甲咱做一个简单的讲评。是教练。头拄啊，这4局吼拍起来是讲吼，台中市不管伫咧投手吼，尤其是投手吼，这4局内底吼，伊的控球也好啦吼，啊，伊的抢好球数的迄个拢比较好，所以讲这4局内底，台北市1分拢无法度得的。啊，反观就是讲，伫台中市这边，虽然台北市这个投手嘛袂歹，但是台中市拢有法度掌握着讲吼，伫咧关键的时阵，吼，包括这3-4番的推野手拢有法度伫咧关键。咱若离队的时阵，我就拍安打，甲伊咱若送转来。所以讲就是讲，目前有法度离4分的领先进入咧第5局啦吼。我咧看是讲吼，因为其实相关投手确实拢袂歹啦。那一般来看讲，离高中社团这个投手的水准吼，其实拢离水准之上啊啦。我是感觉讲，这个个人的看法是感觉讲，台中市这个外籍吼，这个日本籍的这个赖川翔，这个确实是厉害啦。因为4分内面伊讲出3分的打点是伊讲的啦。啊，另外就是讲手臂嘛是爱斗3角啦吼。啊，当然咱讲这个台中市吼，这个新北市台北市 A 就是主要伊这个投手吼，这个抱团啦。对啦。迄个半岛，迄个半岛吼，这算较食力啦吼。啊，但是4分吼。唔知咧啦，唔知上袂输嘛无算济嘛，是。只要后壁这3局好啊，把嘛有机会，甲这4分佮夺倒来。是啦，吼，啊，要输要赢，唔知咱比赛继续甲看落去。
5局上半，轮到这个台北市的进攻，徛伫投球区顶头的同款是台中市的先发投手张志勇，用球数55粒球，55粒球算应接受啦哈，算袂歹的啦哈。就是讲伊控球好嘛，所以讲伊55粒球。算真即性咧会轻球的吼，对。啊，佫来一点就是讲吼，即摆5局啊吼，就是讲看伊有法度佫继续落去投咧。是，对。有当咱在讲的这种社区社团的这个囡仔吼，伊的体能较无法好，对。啊，因为尤其咱拢知影讲，即个老仔人吼，对这个体能的消磨啦吼，伊流汗较济，流汗。对。陈立民。但里面是上山公龙，我头来提起来讲吼，像我投手吼，伊种真紧的2好球就先摕。是啊，先摕着2好球啦哈。这个上山公龙，哇，三振出局，哇，这拍袂着哈，拍袂着。所来轮到张生基的打击。伊今仔日的三振吼，咱目前其实嘛无讲，其实嘛袂讲介多呢，伊是准的吼。我看伊的三振的数量嘛无讲非常的多啦吼。我手头看的3个三振，来，咱看卖咧，一球，哇，这个就是这应该是风的影响，是不是？加减应该我有风的影响。头拄我咧看，当时啊吼，伊这投手吼，为啥会不去就是讲，伊拢无停的机会拢足少。是哦，拢赶紧要牵，对啊，所以速度拢较无停顿。哎，你理想无人较无差啦。对啦，理想无差。诶，但是你变成一个习惯。习惯嘛，还蛮好啦吼。对哦，你看球踢来就投吼。对啊。球杀来就投，过中稳会打击第8番。哦，即马即届即粒球就有停较久一点嘛啦吼，有较确实点。这就当时甲你的习惯有关系啦。成功高中下升高3，一球攻出去，哇！伊，哦，咱头拄仔看到吼，我感觉这拄啊好诶，伊即个影像吼暂停的关系大，去切到伊接到球啦，其实已经是乌嘛，伊甲摕倒来捡到球啦吼。咱来看一下，来即看这慢动作应该就较清楚啊，乌嘛吼，无接到吼。但是伊随摕到。哦，伊随摕到球呢。对啊。哦，我想讲是，但是伊也随摕到球，有法度走到3垒，这速度嘛是非常不可思议吧？伊传达的时阵有牵了较歪去，较歪去。无，我意思是讲，即球，伊即球吼，伊即球也伫伊的脚车片后壁，随足紧的时间摕到球，速度冲到3垒嘛是非常的紧的。打者有认真走嘛，第一点是讲接球较悬，关度有够。哦，关度有够，是。所以讲你空中的时间下较久。对啊。我无讲奇怪喏，我都安尼一个手，我当作是影像停去吼，去摕到遐单刀啊，伊去摕到迄个。无啦。哦，无啊，吼，我安尼，哦，算打者有真认真在走。是，吼，即个过中稳，即个速度有够好诶。第9番杨祖谦，甲我都拍破压两吼。是，伊即马伫得分的大门口啊。是啊。因咱拢知吼，即个比赛7强吼，即马已经是后半段啦吼。你即局啊，无法度搁摕到分数，剩2局诶进攻的机会尔。2出局，1摆2好。算了袂歹吼。有啉掉诶。
就是伊台湾其实投手这个体格算真好吼。是。对。但是我头拄仔伊这有一寡资料吼，有一寡资料有可能是国三的资料啦。哦，那可能国三的资料啊，因为咱拢知影讲即个国中、高中即个咧发育足紧的吼，但我看好奇怪，啊你明明看起来都无法细汉时啊，你资料迄个，伊这是173公分，78公斤啦，是差不多啦吼，这173是。看起来像啦，武盾，嘿，武盾啦吼，对，还185、70公斤尔，哦，这个选了袂歹吼，杨祖谦选到4粒排球，保送到1垒，1、3都有人。你叫可能是台北市吼上好的得分的机会吼。伊即马14，换走者，大炮吼，14号，14号，代跑14号。来看即个台北市的大炮叶碧嘅上山江龙。伊应该会上头垒吧，哈。哇，这是安那啦？结果想袂到台北市摕到第1分，是靠这个木区。伊这球吼，其实你无论如何吼，你都爱出手。爱出手啊！你一定爱出手。系啊。对啊。这有较奇怪吼。是啊。哦，台中市马上甲换投手呢？啊是身体有换投手，换投手呢吼。对。咱看卖咧，是咪落场歇困？换起来投手，咱来看号码，7号。台中市7号的投手，咱来看什么大名咧？好，林俊阳。哇！啊，这趣味啊，这敢会一个月的啦吼。个无，因为我因为有3个有林俊泰、林俊佑吼，啊，这个林俊阳，我这有敢会三兄弟啊？系啊，伊是威界高中的啦，嘛有可能3兄弟啦，但是伊2个兄哥是高2的啦。嘿，我看到这个。林俊佑加着这个林俊泰，这2个是高2的啦，有可能迄一对相生啊，搁一个小弟啦。1451。互咱看到伊差多有听到声音嘛，1451啦。1451，安尼毋得。伊就是看到。嘿。但是伊即个7号无，伊即个7号本身无迄落呢，伊无上场的，嘿，无上场的呢。那按伊那1451，是啊，哦。7号，你一定是有一个换伊落来吧？看7号是换，迄个7号去伫什么人落？哦，有可能嘿，安尼嘛有可能。哦，换即个先发投手的起来，毋是做投手啦，吼，啊，到1451啦，吼，哦，伊就是投手，啊，4就是2垒啦，啊，5就是3垒啦，吼，对，啊，有可能讲代替即个张志勇上场的即个，毋知是守倒位啦，吼，啊，看来1451，你看伊号码是几号起来？是，来台湾中第1番会打击，因咱。来，这球讲出去，哇！安打！来，我买咧，这球，哇！台北市
摕到这场比赛第2分，2分啊！讲出安打是陈文忠，咱头看到画面吼，画面这个台中市的利率是5号啦，哦对，5号唔是先发球员哦，5号叫做刘奕星等于讲这个代替这个张志勇起来啦，啊，再来145啦吼。对。等于讲伊代替起来，啊145起哈。其实这摆当考虑做一个得类啦吼，得类照顾的，你离类基安大得了个地方。是啊，系啊，你即马因为差2分尔嘛吼，是啊，你必须爱个抢分呐。林俊勇的投球，过一粒星来这球拍去正外啊，接杀3出局，台北市第5局上半摕到2分，目前敢若输予台中市2分尔。5局下半，哇，真精彩的比赛哈！这个台北市将伊伫这个5局上半摕到2分，啊，这是一场吼安打数较少的比赛。目前台北市嘛派上因第1任的后援投手，也是这场比赛第2任投手，号码6号林敏。林敏起来，啊，一球小到敢会负，哦，已经袂负啊吼。所以阮头拄咧讲吼，倒手就是有这个优势啦吼。这啊正手伊射身过来，要搁走一垒，应该是袂负啊啦吼，搁万年啊。即马看卖咧，讲出安打的这哪算是大打哦。8号，哦。因即马啊，因为头拄有调动啦，哈。对。这来看卖咧，因这转播的单位较无经验嘛，哈，所以有当较无法度掌握着讲即个球员的调动。头拄讲出安打的吼，这是内野安打，这是严家祥，吼，严家祥，严肃的严啦，吼。啊，即马这就是打击的罗奕星啊。打击罗奕星是威价高中，哦，罗奕星威价高中啊，头拄啊，这个2号球搁做短打咧，做短打咧，这结果失败吼，算3失。你一般2号球，你若收拍，啊个都接受。是啦，啊你谁那爱硬去迄落吼。点这点吼。再来轮到这个第4番，啊，第4番这个
西高啊，吼，对，两支安打，目前哎，目前打击率100%，是是，两支安打啦吼，伊个3分打点。哇！这球攻击个扣掉去，哇，较是厉害，较是厉害。这至少2地，或者是3地。哇！3垒安打，较是厉害。二垒安打。啊，二垒安打。哦，二垒安打吼。对。哦，我想讲，哇，头拄一垒迄个找无到。找无到。照你讲啊，一开始你遐看你无看，你讲一开始的时阵，还佫想讲迄个。但是伊力度嘛真大呢，啊来。我咧看吼，一开始还佫咧看迄个球到底是会对是袂对啦。然后一开始判断是袂对。嘿。伊再个起步就会较紧的。我想讲，头拄小可看了，我想讲徛伫3垒的。无走，伊无走。哎哟，安尼减1分打掉。减1分打掉。哇！但是这个罗川上这个确实厉害吼，确实厉害。第5发黄主间，所以我那只推啊，种有当时爱天龙。是啊哈。一般是讲手臂较用练，哇！这球个装出去安打，哦，我咧2分呐吼。一支安打摕到2分，哇！这是安那哩？水果较开掉去咧，这顶台北市顶半局摕到2分，水果较开去。讲出安打是第5发黄主间，刷来轮到第6发，林俊哲。这个搁算一个搏斗，头头讲出安打，趁这个搏斗走到二垒，等于连续强拍2支安打吼。应该是3支安打。3支安打，一个中对啦，中有隔一个慢道啦哈。林俊哲的打击，这应该是3兄弟啊啦，我感觉嘿，对象是还搁一个小弟，而且这个准较特别啦。你也讲一般的准有可能是无一定啦。这个准会去和这个准应该就是兄弟啊，较会做伙安尼好。咱看到画面吼，这个2号张兴昌吼，这我捌带过学生，这个建国国小吼，伊毕业迄阵去勇敢去挑战这个代理国中啦吼，但是尾也拍到国中的2年，较煞放弃吼。是。哇！煞来，咱来看卖咧。哇，真水的接山呢！咱来看这个正外野吼，正外野是讲有可能换人啦。咱看来伊也无换人的话，这个正外野是这个郭仲温吼。大家讲到一半吼，这个小小道台北市这个小小道这个张兴昌吼，这个。过去伊捌我捌带过吼，伊去挑战啊，结果无成功啦吼。2年啊，阵倒来转倒来即个一般普通的国中啦吼。伊就去读即个西上国中，但是吼嘛是非常的厉害啦。无啥读，伊嘛是共款考到即个成功高中啦吼。这就是伊你捌拍过吼，你捌国小捌拍过，国中捌拍过吼，都有一定的基础。就是这个小道2号张兴昌这张兴昌伊正头倒拍这嘛是这特别的啦。林俊阳
来，一个，哇，啊刷去捞去啦！哇，这个实在是较无应该啦哈。对。结果开啊，搁开过头伊呢，摕到2分，搁开3分去。开3分。哎，你看哇，结果去捞去，失去这局第3分，规场比赛第7分。哇，这个台北市换上这个林敏，这个投手，一刻代尔13分咯，已经13分去啊！球数已满，2出局，雷上无走只。来，那看卖咧，一球攻出去，哦吧，看卖咧，攻出乌吧哦，冲到2垒，这应该讲攻出几率安大，我感觉。这个球乌白球，但是因为可能是草啊较长吼，我感觉那个球无啥会走。对。一开始拍起来时吼，而且因这算讲平常时吼，心较无法济外啊挥球吼，可能体力较慢。大家讲出来是第2轮投手啦吼，这个林俊尧。过来轮到第7番廖依婷，咱看过来了，你啊，照你讲乌吧，一直过去墙仔边，吼啊，但是我啦拢跳无几个，即个线打中华野手就马上去捡到球啊，吼。草较长啦，对啦。啊，嘛有可能头较淡些，咱看无迄个。来小刀，一队无问题，3出局，哇！但是台中市这局。佮摕到3分，目前7比2，已经领先台北市5分了。6局上半，轮到台北市的进攻。台北市即马打击的是第3番廖湘军。啊，戴教练，咱头拄看到吼，安尼摕到2分，随搁开3分去。是啊。趁无够赢啦。对啦，哎呀，趁无够开啦。哇 ！Nice play。这球攻去3垒啊，防区5团3一出局。看这个台中市的杀度是齐英文，哇，这应该换人14号，因为手臂阵容有换过啦吼。而且林俊铁来守，林俊铁本来是2垒啦，去守3垒无1顺5迄阵啦吼。对。即有当时啊，一个手臂哦，对投手来讲吼，伊咧牵球的心情，心差偌济咧啊。对。张先庭，打击第4番。各位观众，你即马所收看的是公司台语台为你所转播的2023第5届3号南华杯高中棒球社团邀请赛。我是国洲，今仔甲我做伙配合的是戴汉照戴教练，因为阮2个过去吼，这10档拢有
带着这个北市还是新北的这个3级的社团社区棒球队啦，哈，所以我嘛对这种性质的球员特别了解，好，啊嘛特别的感觉因这学生囡仔对棒球的热爱啦，所以呢，运用这个平常时运用假日，吼啊，即马这个暑假吼来参加这比赛。讲起来是讲吼，应该是讲吼，因为跟家庭的因素蛮好啦吼，啊为希望囡仔继续读册嘛，是，啊，就无机会像讲一般哦，加入体育班做球员，继续去拍球啦。是，啊，但是你看因安尼利用这个啊，你短啊时间吼，我都安尼练吼，啊，其实你画面啊看起来，每一个人咧拍球嘛无输发加州的球员啦。因拢为咧兄弟的啦，吼，咱头头讲的，包括讲我带过这个苏凯瑞也好啦，张兴昌也好啦，吼。因细汉拢有一个棒球梦啦，吼，啊，但是毋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吼，实现家己的梦想啦。对啊。哦，但是因对棒球的热情吼，也是不变，所以伫这个暑假你看卖，因这两个拢台北囡仔吼，啊，趁这个机会哦来南部，啊，我感觉这嘛是袂歹啦，尤其高中大汉啊吼，这小少。拍球，伫这拍球的中间，就咱用来家己文化咯，夜市啊，嘿。而且对于讲伊一般来讲吼，你参加球队对伊人的发展吼是真好的现象啦。是。即马即个陈伟凯，这应该嘛是换代打4号。哦，即马本来已经第5番，因为你即个。苏凯瑞吼，因为头前2件拢无表现，这个教练嘛爱互别人来试看卖咧。对啊，换掉了吼。哎，换掉。袂啦，其实这嘛是因这两队的第一队，这两队的比赛来看卖咧，啊，搁有足侪比赛咧吼。买一球，你甲看人起来就讲安打，你有看的无？苏先生。有看伫边仔看好啊，检讨一下吼。啊，讲出安打吼，讲出安打是即个起来代打4号陈伟凯，陈伟凯是成功高中，成功高中高赛学生成功吼，这有当讲起来嘛，即个现象嘛真趣味啦。其实是台北市吼。你有当一寡这好的学校吼，成功高中、师大附中，其实因的棒球实力拢袂歹。是。建国中学吼，建中嘛有一站嘛是拢袂歹啦。啊来，看我的学生，这我一看我免，我敢若看伊的姿势，我就知影这个是张兴昌，吼。我到替台北市佮加讲几分啊吼。看卖咧，哦，一出脚你会呛出来啊。张兴昌会打击，我拢免看号码，我敢若看迄个姿势，我就看迄个姿势，我就知影这是我的学生吼。这古早捌拍过建工国小，啊，大理国中，啊，到尾啊放弃，因体育班放弃，袂用去一般班，因就爱离开这个学校。爱去别个，嘿，爱去别位，就转到这个西上国中啦，伫伊的学区啊，伊家己负责的所在。但是为个体育班，敢若你学区里遐，哦，你本身学区是，但是伊学区毋是啊，伊是转的，伊是用考体育班的方式去读的。嘿，那学区里遐，其实你嘛是爱继续读的嘛。高三吼，哇，180公分，其实体重嘛袂歹，较瘦一点嘛尔啦，180公分，68公斤，个倒手的，来，哇，结果起风三振，林俊阳啊，今仔日我两个学生拢无表现的，我教练嘛是爱好啊检讨一下。啊，有机会来找教练好啊，国家称。
别人诶阿君仔是穿西米露，咱的咱是袂青，袂青鹅的啦。来，轮到第7番张生奇，不啦，这是咱是滚双笑啦吼，囡仔拍球乐趣吼，快乐是同重要的啦吼。每一个的状况啊，无得较是啦是啦，嘿啦，花无百日红啦吼，人生起起落落，浮浮沉沉啦。来，咱看来，攻击小到接杀3出局，结束了这半局，非常的可惜，台北市留下1、2垒的残垒，无摕到任何分数。6局下半，轮到台中市的进攻。哇，这个台北市非常的可惜吼，顶一局1、2垒有人，结果抢数无好啊把吼，嘛是无共款无摕到分数。台北市换另外一个投手哦，吼，这个投手15号。看到这个台中市的进攻，台中市是轮到第8番，第8番的打击。一球，好了不？这个台北市换起来，这个投手吼，应该是念作林君文吼，这个讲出去完投，拍出安打的是这个第9番吼，这个徐英文。是英文6局下半的进攻，咱即马台北市即个第3轮的吼，哇，这嘛是拢成功高中的吼。所以成功高中是台北即个社团高中是一支实力真坚强的球队。是。来，一球攻出去。来，连续2支安打。是。哇，这个，因为这比赛规则，我爱甲观众朋友解说一下吼。而且有提早结束的规则啦，就是讲3局15分，4局10分，5局以后7分啦，吼。所以啊，即摆伊赢5分吼，咱来看卖，哦，好了无？等于讲伊即摆赢5分，台中市赢5分，台中市即摆1、2垒也走只倒来，伊就赢7分。啊，因为台中市是后攻的，伊后攻的伊也赢7分，比赛就要来提早结束啦。这个比赛就用提早。咱讲一般讲考倒 game 嘛，吼，考倒 game 就是提早比赛啦，吼。考 game，即马。打击的是严家祥，严家祥第2番。台北市即摆换个投手球有较慢一些，较慢一下哈。对。伊即个173公分，无到60公斤，58公斤尔。阮即个卡头我讲迄个学生吼，迄个张兴昌吼，其实伊嘛是会使投，但是吼，伊的外号叫做
疼的人，定定咧受伤，定定才疼遐疼，定伤兵命都拢有伊啦，吼，那个 disability， 吼，那种痛人，定定咧受伤了。啊无细汉迄阵，我是感觉伊个运动神经是足好诶。阿哥啊啦，佫好教。诶，我看即马场上伊有可能去用调去别个位置，啊无就去换其他队友起来啦。哦，有当教练来看讲啊，即场比赛差不多啦，要赢的机会少，啊嘛是要其他的人起来吼。来，一球。一家拍挂走吼，哇！结果一个球传了歪去，第8分礼拜已经甲比分扭到6分啊！有当时啊吼，牵较煞比无牵较是哇，这哪算牵一个变化球共款吼？去插人吼，这个球拍是因为伊杀落出去吼，啊无打动来对包，是，对，啊伊向人牵球咱歪去，诶，掉网啊啦，已经掉网啊，哇，这回那个礼拜比赛就要结束了，所以咱有当咧甲看吼，这种社团的保守嘛足重要。对。其实会看伊今仔日2粒嘛呢？对啊，2粒牵无到，2粒牵无到啊，对啊。照你讲吼，伊这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这个加这个杀度较无法度，配合度较无法斗大啦。有可能是讲毋是共队的。是。哦，啊无，因为即摆是倒拍，照你讲你是看现啦，吼。对啊。那个好牵。是啊，好牵啊，啊无人甲你动的啊。啊，这平常时嘛，着爱练啦。是。好共款啊！一球，打击的共款是即个剑吼，即个剑加上。再打13号。剑加上。再打10分。啊，啥啦？伊2个好球啊！2个好球啥啦？伊是掉伤险。啊，无奈一般是较无即个吼。对啦。哎呀。除了是像我讲的，掉伤才有咧换。是啦，啊13号李文哲，哇，这台中一中的高一个哦，咱来看卖咧，这个会拍，佮会踢哦，诶，球攻出去啊！哇，我看卖咧。我来讲出再见安打啦，因为讲到摕9分吼，领先着7分，依照比赛规则，这提早结束。咱即马真紧吼，请咱这个戴教练甲咱讲评这场比赛。这个比赛吼，真可惜的是讲吼，台北市伊的失误有较济吼，包括投手有时半都扣了无讲好势，啊，过来是讲捕手2粒传3垒的球吼，拢传了歪去啦，啊，造成讲。伊台中市这场比赛，除了伊本身的安打有够济以外，佮加上台北市的失误，所以造成这场比赛煞提早结束啦。啊，真可惜就是讲，这个比赛本地其实是头前双方面投手嘛表现讲，我讲袂讲介差。啊，但是无要紧啦，这场嘛是第一场比赛尔。第一场比赛因为预赛还佫有几啊场。还佫几啊场啦，至少佫拍至少还佫有其他有3场嘛，一组5场咧嘛。是啊，所以讲。这场虽然输了，后场再好啊加油，相信还佫有机会，佫继续为头前拍起来。好，多谢戴教练，啊，多谢各位观众，我是吴国洲，多谢大家收看，咱后礼拜再会。